让我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歌颂他。让我们一起预备心来祷告，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也将所有的一切感谢、赞美、荣耀、能力都全然归给上帝。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歌颂你。让我们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众同工，我们在这里有美好的相聚，有美好的团契，有美好的交通，也把你的话存放在心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施恩祝福你的儿女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领受这些的恩典和这些的祝福之后，让我们也进到社会里面，进到世界里，能够来荣耀你，见证主你的圣名。为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献上感恩，所有的设备、器械、人员的运动安排都为你所使用，也为没有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保守他们都十分的蒙恩平安。他们无论在工作、读书或在任何地方，愿你的恩也与他们同行。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
姐妹平安。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66篇1到2节。全地都当向上帝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今天是复活期第3主日的主日崇拜，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整个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让我们同感一灵，并且与我们同在。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于你。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敬拜小组来带领我们一起敬拜。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不好？我们若身体许可，我们就一同站立。上周是耶稣复活的日子，那我们今天仍然欢庆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感谢主。
心靠他的拥有生盼望。爱是盼望，爱没有惧怕，爱是我们相聚在一起。力量晨曦照耀我心，一把美丽与我们同属。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力量晨曦照耀我心，一把美丽与我们同属。道路真理生命的主，我们欢庆爱子耶稣的降临。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安静心，来聆听神的话语，神的诗歌。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都会提醒我要数算神的恩典。他在我要跌倒的时候，会抓住我，保护我。大家也可以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时想数算神的恩典。你是我的主。
们知道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也恳求你让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更加的爱你，更深的经历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平静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平静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别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
们仍然站立，用使徒信经作为我们的信仰宣告，请。要颂。今天的起因文在诗篇116篇1到4节以及12到19节，在旧约的644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会众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我爱耶和华，他既向我侧耳，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我要在他众民面前，耶和华眼中，耶和华呀，我真是你的仆人。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路撒冷当中，我们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一起来恭祷。首先，我们为非洲国家马达加斯加来祷告，愿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生活文化当中，让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我们也为台湾的卫理公会北2教区大直卫理堂，特别是王先志牧师来祷告。我们也为教会的充足奉献，教会牧者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我们也为春夏季节的来临，让台湾有足够的雨水，土地得到滋润，以及万物生长的祷告。最后，我们也为国际及现在目前的局势变动，求主使全球各地的战争止息，恢复和平来祷告。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今天的经课，我们请秉存弟兄来为我们攻读。平安。本周经课第一经课于教会圣经新约130页的《使徒行传》第2章14节上半节，以及36节至41节。第40节起，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上帝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呢，于路加福音24章13至35节，教会圣经98页。第13节起，正当那日，门徒中有2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入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2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
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了，已经献给西门看。2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剥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以上是神的话。谢谢秉纯弟兄。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彼得前书第1章17到23节，在新约的256面，由我来诵读。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我们现在请诗班来为我们献诗。今天的诗歌是“神啊，感谢你”。
我们谢谢诗班为我们献上美好的祭。以下时间，我们交由伟文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讲台题目是一位能实作的圣经。伟文牧师。神啊，感谢你，我们今天的诗班唱的是相当的好，因为我们在唱诗的时候，其实把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敬拜给带出来，所以不是只有诗班来献诗，不是诗班为我们献诗，而是诗班带领我们一起来献诗。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50篇的23节这样说：以感谢为祭献给我，以感谢为祭献给我的，就是荣耀我。上帝说，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就是来荣耀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的金银财宝，也许我们没有很多的这些的这个可以夸耀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带很多的什么样的东西，连香膏可能我们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以感谢为祭献给上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将感谢为祭献上。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在做礼拜的时候，好像讲道才是最重要的。各位其实并不是啊，讲道当然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从你一开始踏进礼拜堂的时候，从你开始进到礼拜堂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在崇拜了，我们就开始在敬拜上帝。而敬拜的主体，敬拜上帝的这个主体，敬拜的主体不是牧师，不是哪一个人，不是诗班，而是谁？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才是敬拜的主体，敬拜的主体，向上帝的敬拜的主体，而上帝才是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听讲道才是最重要的。当你在这边祷告、祈求、唱诗的时候，你正在献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这一切献给上帝。当然，牧师要讲道的原因，是因为要教导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才是上帝所喜悦的。千万不要以为好像所有的献祭，上帝都喜悦，因为上帝不喜欢不义的人所献上的祭，包括不义的行为，包括不义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在上帝面前献上甘心的祭，献上赞美的祭，献上上帝所接纳的祭。所以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来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好，开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啊，可能大家会误解今天牧师要讲的内容，因为几天前也有人来问我，他说牧师你这个题目会不会怪怪的啊？这个一位可以实作的圣经，这个单位有点怪怪的。那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我要承认我数学其实很不好，我数学在高中的时候曾经补考过啊，但是这个跟数学没有关系啊。什么叫做一位可以实作的圣经？其实它是在讲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能够实作的圣经。别人也许不会看到圣经，也许很多人不会翻到圣经，但是别人从哪里看到圣经？可能从你的身上会看到圣经，所以叫一位能够实作的圣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这个牧师写错了，不是是这个叫做真实的是我们怎么样去让人看到圣经。不见得人会翻圣经，但是人会从你身上去看到圣经的。愿上帝来带领。好，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当然只是一个笑话了好，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去买东西，或是水果行，或者是去买食物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老板，或是问这个店家说，这个东西好不好吃？这个水果甜不甜啊？好，那有一个这个水果行的老板是这样写的不要问东西好不好吃，就像你问男朋友说爱不爱你是一样的意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没有哪一个老板会说东西不好吃，也没有哪一个男人会说不爱你。好，所以意思是什么？不用问，
要什么？实做。你真正看到这个人是什么，不是只有听他讲的，不是只有听他在说些什么，而是他真正做出来的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徒不是因为你很会讲，很会说，或是很会传福音，不是的，而是你的生活活出什么样的一个样式。不用去问别人说，哎呀，这个信耶稣多好。告诉你，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 ，AI 很会做哦 ，AI 很会传福音，因为 AI 讲的东西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实作在哪里？实作在我们的身上。愿上帝来带领。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那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也请拿你的手机翻到圣经的软体里面啊，千万不要拿去玩游戏，好吗？啊，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看这个 book。好，现在的人很少看书了啊，但是会看什么？会看脸书。我们脸书很多人在看，但是这个书已经很少人在看了，特别是圣经很少人看。为什么？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短影音还比较精彩啊，有时候这个刺激啊，好看啊，特别最近那个但是要跟大家讲，牧师也喜欢看 Facebook 啊，最近常常去看到那个 Facebook 里面有那个你是否在雪山救过一只狐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好，那个续集好几集，哇，那个看到都已经觉得这个还有什么梗可以出来。好，但是我们除了看 Facebook， 我们有没有看 book？ 特别是圣经上帝的话，我们有花多少的时间愿意来看圣经，而不是只有看 Facebook？ 所以当然建立灵修习惯不是那么容易了啊，但是期待弟兄姐妹，我们尝试看看，在你的每一天，除了你看 Facebook 以外，是不是我们还可以有一点时间分别为圣出来，可以读圣经的？当然有的人说，我不一定早上有时间读圣经，我可能是下班以后或者是我用零碎的时间来读圣经。那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就是不见得你一定要早上一早醒来你就可以读圣经，不见得因为当然也有很多人说，我们希望可以有晨祷的时间，如果你可以有固定的时间很好但是如果你可以比如说如果你可以用其他的零碎的时间也可以，或甚至是晚上睡觉前的时候，能够让你安静，能够让你有平静的时间的时候，都是可以读经的时候，都是可以跟上帝约会的时候。愿上帝帮助我们，不是只有在哪一个时段才是效果比较好的。当然你不能够把已经快要睡着了的时间给上帝了就是能够在比较安静的时候，让我们有时间单独的跟上帝有一个约会的时间，让我们单单的来享受跟上帝的一个交通跟接触。也许你很多时间跟电脑接触，也许你很多时间跟手机接触，但是是否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跟上帝有接触，让上帝的话直接对我们说话。所以愿上帝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领受真理，而且能够不但领受真理，也能够实做。所以刚刚提到了，人从哪里看到圣经？不见得你的同事会看圣经，不见得你身边的朋友会看圣经，但是他们会从你的身上看到你读的圣经是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透过我们使人看到圣经。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段经文其实很重要。为什么？所谓的重要就是彼得跟保罗在圣经当中都是很重要的使徒，但是彼得跟保罗的路径比较不一样。我所谓的路径比较不一样，是一个重视的是传讲真理的部分。所谓真理的部分就是信，这个真理是让我们因着信而有行动。但是另外有一批的基督徒，就是耶稣所亲自带的这12个门徒里面的，这里面有几位，他们也写了很多的这个在圣经当中的书卷，他们很看重的是什么？是实作。
所谓的实作是什么？是真实的。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有真理，我们也要有真实。听得懂意思吗？什么叫做真理跟真实？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我们信上帝的话，所以以至于我们知道真理是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真实。你的实作在哪里？你的真实的行动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只有去传讲真理，而是我们在行动上也应当有真实。好，那为什么特别会讲彼得？这个跟真实有什么关系？各位，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有2个部分，彼得跟保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保罗写了很多的信，保罗写了很多的书信，里面都很常常提到信，然后信以至于带出你的行动。但是刚刚讲了，彼得的路径比较不一样，他会用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你的信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2个有冲突吗？其实并没有，而是路径上的不一样。你用什么让人看见你的信心？你用什么样去让人看到你的信心？或者是你只有信心而没有行动？当然雅各书也提到，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但是彼得他更看重行动上的事情。彼得自己也是一个行动派的人。各位如果对彼得有认识的话，各位知道彼得其实是他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门徒，甚至很多人说他是这个12个学生当中的班长。为什么？因为他常常去抢答老师的题目，他常常去回答老师的话。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这一次考100分，不代表下次又是考100分哦，听得懂意思吗？彼得有一次他考试考100分，为什么？因为耶稣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好，然后很多人说，哎，你是先知，有很多人说你是这个先知当中的一位，或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好，只有谁答对了？只有这个彼得答对，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哇，你看耶稣非常好，非常这个对他的回答非常的满意。他说，你这个启示不是人来的，是从上帝而来的，你答对了。哇，100分，彼得很高兴，然后马上就有礼物咯。这个礼物就是他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啊。很多人以为说这个是只有给彼得的，但是要先说明，彼得虽然拿到这个礼物，但是不是只有他专属的。耶稣对信的人这样说，你拿着天国的钥匙，打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很多人以为说是只有针对彼得说的。好，所以我们的这个隔壁的天主堂，他们很看重彼得的身份，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宗。好，所以因为他这个有天国的钥匙，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好，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到天主堂，或是到这个一些的教会，如果有这个彼得的塑像的话，彼得手上拿着2只钥匙，一只是打开的，一只是关的。好，所以如果看天主教的话，他们的那个叫做那个彼得的一个象征物就是2只钥匙，2只钥匙。好，但是彼得刚开始答了满分之后，他就是这个学生就是一直都满分吗？当然不是，马上第2题来了。第2题，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了。结果彼得的回答是什么？主啊，万万不可，千万不可。好，结果后来耶稣说什么？你回答的是0分。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接受。他说什么？耶稣说这个是魔鬼，你是魔鬼，魔鬼退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考试考100分，不代表你下一次考试又是考100分，不见得。但是彼得做了一件事情，是耶稣提醒他的。他说，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我们说他是耶稣的学生，他是最重要的，当时初代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领袖，但是他有失败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生活经验体验里面，一定会有失败经验，一定会有经历过一些失败的。彼得这个大弟子，这个耶稣的认为最愿意跟随耶稣的这个彼得，在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他对耶稣说我不认识他这个人。
因为为了要保命啊，所以耶稣说，等你回头之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说彼得是后来在这个被处死的时候，被罗马帝国处死的时候，他是倒钉着十字架的。他说我不敢跟我的主一起钉十字架，所以他是被倒钉过来。那当然有很多的电影会影射说啊，倒钉十字架好像是那个魔鬼的作为，其实不是。倒钉十字架是因为这个彼得他认为他不配，我不配来跟耶稣一起来钉十字架啊，所以不要被那个电影误导了啊，不要被电影误导。好，但是彼得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是实做的，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说信。我们来看一下17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17节，我们一起念，好，一起念，请。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好，所以彼得讲一个很实际的事情，说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过生活。他说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上的寄居的年日。他说我们既称那一位按行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那么我们就应当存敬畏的心。在台语圣经里面叫做惊畏，就是害怕。然后什么？在度我们在世上架卡的日子，架卡是什么？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我们的生命有多长，我们在世上，圣经说我们都像是寄居的，台语说叫做架卡，好像我们只是一个暂时的。无论我们的日子年日有多长，我们都是暂时的。而当我们在这暂时寄居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不论我们的时间有多长，不论我们的时间有多少，我们都是带着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的心？我怕得罪上帝，我怕得罪上帝，所以我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以为怕是一个负面的事情，其实在圣经里面，敬畏是一个很正面的，因为爱的缘故，以至于我怕。能够听得懂意思吗？因为爱的缘故，以至于我怕伤害他，我怕去得罪他，因为我爱他。昨天师母找我去，叫我去帮他买便当啊，我后来去帮他买这个叫做这个鳝鱼意面啊。那个师母是不吃辣的啊，所以当那个店家问我说，要加辣吗？我说不行，这个为什么？因为我怕回去会被骂啊。好，什么叫做敬畏？这个就是敬畏，我不要做我的太太不喜欢的事啊，因为回去辣的，可能她吃了，万一咳嗽的话，她要找我麻烦了啊。好，但是我是因为爱我的太太，所以我需要这样做。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吃辣吗？我可以吃辣，但是为了爱我的太太的缘故，我要选择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敬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上应当带着敬畏的心，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来往，不是因为这个上帝很可怕、很恐怖，不是的，而是因为我希望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与上帝的关系对了，一切的事情都是对的。如果今天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不对的，那么你就算做的再多，奉献的再多，服侍的再多，都是不对的。所以刚刚为什么会跟弟兄姐妹说，为什么听讲道很重要？虽然讲道不是整个崇拜当中的唯一，但是听讲道的意思就是，当我知道我这样敬拜有可能是错了的时候，有上帝的话提醒我，让我能够调整跟改变。很多人以为说我们自己所献上的就是对的，各位，真实不代表你懂真理。当然真理也许不见得你会实做真实，但是有时候真实有可能会带到偏了的地方。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先知叫做弥迦。弥迦先知当他在这个弥迦书里面提到，他说有人问说，这个我献祭的时候要献什么给上帝？他说我要献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给上帝，好像要献很多礼物给上帝才是上帝所喜悦的。然而
先知弥迦他这样说，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是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所以有的人以为说啊，我献了很多是上帝喜悦的，不尽然。上帝不见得要你的公羊，不见得要你的万万的油和，甚至有人说，我把我的儿子都献上，上帝应该喜悦了吧？有没有行动？有行动，但是是真理吗？没有真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对了，我们有真实的行动，也有真。好，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个也是有很多人不晓得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他讲的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很重要的东西，1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8节哈，一起念来。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好，这里提到说脱去你们祖先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很多人以为听到的可能就是这个我们以前祖先所流传的罪。各位，如果你有机会到比较灵恩教会的话，比较灵恩派的教会都会告诉你，为什么你现在会这样？因为你的祖先拜偶像，因为你的祖先犯了罪，所以你必须要付上代价，你必须要遇到这些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审判，一个惩罚，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做要这个祷告，要认罪悔改。当然这些教导很好，但是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提醒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因为这样的缘故，觉得我好像什么都被捆绑了，什么都被捆绑着。各位知道，我们在华人的时候，华人这个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很看重什么？黄历，知道吗？如果你要出门的时候，很多人会看黄历，今天诸事不宜，好，那就不要出去了。好，今天什么东西，这个哪一个方位不好，我就不要往那个地方去。华人喜欢看黄历，这些东西是从哪边来？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现在的人更厉害了，现在是什么？看星座，哇，星座的书上面写说今天这个什么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不敢去做这些，或是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叫做祖先所流传的虚妄的行为，可以了解那个意思吗？这些东西会捆绑你的。他说可以脱去，我们可以脱去，不用这些东西。除了我们的民间信仰以外，刚刚提到教会里面有很多这个教导，其实并不是正确的。哎呀，我们被这个祖先的罪捆绑了，好像祖先的罪捆绑的比我们信耶稣还要厉害。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这回事。他说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我们可以脱离这些，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是靠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9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9节，一起念来。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够脱离祖先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你能够不用再去看黄历了，你可以不用再去看星座了，你可以不用再觉得常常被好像祖先的咒诅，哎呀，我的祖先是这个喝酒的，所以我这个就是一定要当酒鬼了。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凭着什么？凭着基督的宝血来脱离的。各位知道，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多被这种东西捆绑的。各位知道，其实有很多人在信仰上面被这些东西捆绑之后，没有自由。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千万不要以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祖先流传的虚妄的行为。上次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情，就是曾经我的老师，我的旧约老师，他的父亲在医院里面住院，然后住院的时候，就有教会的长老弟兄姐妹去看他，去探病，去探访他。各位，我们去探访好不好？好啊，对不对？生病的人都喜欢被探望嘛。好，可是呢，我们这个长老他被探望的时候，有人去跟他讲说什么？哎呀，你得到胃癌，哎呀，你就是因为吃了太多上帝说不洁净的物，所以你就会得到胃癌了。你看你是猪血吃太多，所以你就得胃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也会遇到这样？有时候我们给人家咒诅啊，不是给人家祝福。各位，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啊，
耶稣曾经医治一个瞎眼的人，然后很多人问说，他天生瞎眼的，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犯罪了呢，还是因为他犯了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什么？不是因为他的父母犯罪，也不是他，而是要在他的身上显出上帝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是会觉得哇，祖先的罪，祖先的遗传，还是你说这是上帝的荣耀，要透过这个人来荣耀上帝？我们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而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刚刚提到了脱离这些，是因为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再来看21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1节，我们一起念来。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上帝，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上帝。所以彼得说什么？他说我们在世上过这个寄居的年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脱离这些，然后我们的盼望是什么？不是为了盼望我在教会里面我可以更多的位置，不是我在教会有什么名分，不是我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跟钱，而是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是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上帝。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是在于上帝，不是盼望其他的东西，不是盼望其他的地位，不是盼望其他的名声，而是我们的盼望在于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盼望在哪里？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的盼望在哪里？不是因为我要得到更好的地位，不是我要得到更好的被人尊重，而是我的盼望应当是在上帝的，我的信心在上帝，盼望在上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15章57节哈，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请念来。但感谢上帝，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什么？胜利。你能够脱离祖先所流传虚妄的行为，是靠谁？不是靠别的，不是靠你在教会里有什么身份地位，或是你的财富没有，而是靠什么？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胜的。好，所以22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2节。彼得是很实作的人，我们来看一下22节，一起念一下22节，一起念来。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听了道了之后，听了上帝的道之后，你要做的是什么？洁净了自己的心。圣经里面耶稣说，当你听了道之后，你们因着我的道已经干净了。耶稣说，你听了我的道已经干净了，之后要做什么？他说，爱弟兄没有虚假。彼得说，爱弟兄没有虚假，要从心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讲爱，不是只有嘴巴里面说，哎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而是真实的。他说，切实的相爱，从心里面的，不是嘴巴里面，哎呀，你好我好而已，而是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实做。他说，爱弟兄没有虚假。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爱弟兄很假。知道我在讲的意思是什么吗？我们有时候爱弟兄很假，嘴巴里面讲爱弟兄，但是心里面其实是不爱的，心里面是不爱的。我们有时候把喜欢跟爱放在一起，其实我不喜欢他，但是上帝说要爱他，所以我就勉强的，很勉强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并不是这样。当然我们不一定会喜欢所有的人，不见得我们会喜欢所有的人，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弟兄。那个爱是不是只有嘴巴里面，是实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作是什么。斯普罗牧师这样说，他说在圣经里面的分类里面，爱被当作是动词而不是名词，他强调是行动而不是感觉。你可以没有对他有爱的感觉，你不见得喜欢他，但是你仍然要有好的行动。不是因为不喜欢他，所以给他这个脚拐一下让他跌倒，不是的。你的行动是什么？你的行动是当他需要的时候，虽然我不太喜欢他，但是当他渴的时候，我可以给他一杯水喝。当他冷的时候，我可以帮他拿毯子盖着他。当他有需要
这个靠垫的时候，我可以拿靠垫去帮助他。也许你不见得喜欢他，但是你可以有行动。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3章8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罗马书13章8节哈，一起念来。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才能够完全律法。有很多人在问牧师说，我们的卫理公会叫做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基督徒。那圣洁在什么地方来表现？很多人以为说遵守律法就是爱，就是圣洁的表现。那很多人说啊，这个不要去犯法哈，比如说不要闯红灯啊，不要随便乱停车啊，不要去这个啊，就去去打人骂人啊，就是爱了。好，或许我们是可以用负向的表列可以说这些，因为十诫里面就有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妄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家的这些东西啊。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真正的能够完全律法的是什么？是爱，爱上帝跟爱人。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律法当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所以刚刚可以回到刚刚那个地方，知道吗？什么叫做敬畏？当你会去敬畏的时候，敬畏上帝，怕上帝不高兴，你就不会去做上帝不喜悦的。当你怕得罪人，你所爱的人你不喜欢，你不愿意去这样伤害他，那么你就可以完全那个律法，因为爱才是完全律法的。好，所以当然刚提到了，不见得爱容易做，但是耶稣的爱让我们可以彼此的相处跟接纳，每个人都跟刺猬一样，但是让我们当中能够有耶稣的爱，以至于我们的刺不是对别人的，不是对别人让别人就更受伤的，而是我能够收敛跟包容别人的刺，还有自己的刺。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把耶稣的爱真的实作在这地上。好，所以23节，我们看最后这一节的圣经，我们看23节，一起念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好，这里在讲什么？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重生得救了，你不是一个叫做这个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去这个完成的，你是可以完成的，是由于什么？不能坏的种子，是上帝的道，所以是上帝的道帮助你可以能够持续的，不会毁坏的，不会坏掉的。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一个事情，是在这个88水灾的时候，曾经在嘉东服侍过在当地的这个教会跟一些的社工。好，那有一次社工们在开大会的时候，他们就提到那群年轻的社工，他们都很有热情。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常常提到，我们要爱人，我们要照顾这个弱势，我们要把资源放在这些弱势者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们，这个给予他们一些支持跟帮助。好，那轮到我上台的时候，我就问他们说，年轻人，请问你的爱可以撑多久？你的爱可以撑多久？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别人你给别人馒头，不见得别人会还你馒头。你给别人馒头的时候，别人可能会还你什么？石头。当别人还你石头的时候，你还爱他爱得下去吗？所以如果你能够持续的去爱他，即使别人给你石头，你还能够爱他，那是什么？那是神在你的里面，神在你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重生能够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有那个爱的动力，不是因为能坏的，不是那个激励课程而已，不是这个，而是什么？是神的道。耶稣让我们能够对人这样的爱。好，所以如果把自己的义当作是得救的确据的话，那我们就信靠错对象了。因为我们的爱是很肤浅的，我们的爱是撑不住的，唯有依靠上帝的爱。所以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跟上帝有接近。刚刚提到了，不是只有看 Facebook， 希望我们多看一点 book， 希望我们多看 Bible， 多看圣经上帝的话，
我们需要有时间给上帝，不是花时间在电视跟电脑上面，而是让我们有点时间是给上帝的。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信靠耶稣，从此你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不代表我们比别人好，不代表我们比别人厉害。刚提到了彼得也有失败，但是彼得等他回转的时候，耶稣的话进在他的里面，他说要兼顾你的弟兄，重新再一次的。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是蒙恩的人。所以恩典表示什么？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上帝仍然接纳我们。所以尽管我们罪孽深重，上帝仍然乐意饶恕，并且复兴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当基督徒我失败了就不行了，没有。虽然我们可能会失败，但是上帝仍然接纳我们，并且我们要常常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但是要记得，上帝的话是面包，不是蛋糕。听得懂意思吗？蛋糕是偶尔为之嘛，对不对？偶尔吃一下。但是面包是什么？你每天需要的。当然我们华人是吃饭的，很多是吃饭的，当然也有北方人是吃面的。但是我们也许习惯上不一样。但是各位知道，耶稣的这个主导文里面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它的英文是什么？ Our daily bread， 我们每一天的面包，我们每一天需要的面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蛋糕是你可以选择的。我今天喜欢这一段，哇，圣经里面这一段很好，很有帮助，这一段圣经很好，好像选蛋糕。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选蛋糕，而是能够让你活命的，能够让你有生命的那个面包。所以第二个，信靠耶稣，真实的爱是从他而来。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有能力可以去爱别人，如果爱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予别人。所以行善的重点不是我们能够付出什么，而是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像他的人，像耶稣的人。这个世界真正的爱不是从人来的，而是从上帝来的，是从上帝来的。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来帮助我们。第三个，信靠耶稣基督，生命里活出主的道。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目标就是研读圣经，活出真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那个呼召里面，回到神的呼召里面。除了读圣经很重要，让我们也能够有实作。基督徒的数值比人数是更重要的，不是因为你每个礼拜都来做礼拜，而是你每一天要与耶稣来同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每天与耶稣来同行。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就是好好的用心来生活，来荣耀上帝。不是你刻意的，不是你刻意去做什么，而是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好，来荣耀上帝。我所谓过得好，不是你的这个吃的比别人好，用的比别人好，不是的，而是你好好的爱惜跟保惜跟爱护自己。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啊，这也是我常常给自己有一些提醒。虽然我今天有点感冒快好了，但是还是有点沙哑啊。曾经我看过有一篇那个论坛报的报道，某一个大教会的牧师那个论坛报上面写说，因为他这个认真服侍，所以以至于他得癌症得癌症之后，这个教会大复兴然后各位知道，其实我心里面在想说，难道教会的大复兴是因为牧师要得癌症，所以才叫做大复兴吗？不是这样，上帝要我们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爱惜上帝的殿，我们要去跟人家讲说，哇，你要信耶稣，信耶稣很好，很困难。我们的实作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怎么样用生活来荣耀上帝。好，所以最后的结论一样，跟大家讲这个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会读圣经的，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圣经，但是别人会从你身上读到圣经。你怎么读圣经，别人会从你身上读到圣经。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让人来读我们的时候，来读取我们里面的那个真道的时候，我们有东西给人家，人从我们身上看到那个真实，不但是真实，也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有真理，也能够有真实，让我们爱上帝，也爱人，
在我们的行为上、行动上，不是只有嘴巴里面的，而是让我们能够在行为跟诚实上来荣耀你。谢谢你施恩来看顾，让我们能够在实作上面，除了我们能够嘴巴里面能够说出上帝的话，也让我们在行动上来荣耀上帝。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我们谢谢伟文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心灵粮诗选253页，怎能如此？站立，开始今天的奉献。我们请诗献的同工到台前来，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如果对奉献意义还不了解的，就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生活中丰富的供应和看顾，愿圣灵保守我们常能知足，为我们已经领受的恩典，我们献上感恩。愿天父悦纳我们的奉献，
也求主引导我们能够善用众人的奉献，用于神所喜悦的事工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们来欢迎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朋友。这边有一位林世勇，学妹，来。世勇姐妹是去年回国，那原本在台语堂啊。她是那个。他是老会友了，是，没有认出来。好，欢迎世勇姐妹。她是林志成弟兄的女儿，然后从巴西回来啊。对，世阳的姐姐啊。还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开始问安差遣。
天好像还有一位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好像是方正全的学弟是吗？哦，来，我们欢迎你。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周报上面有一些事项跟大家报告。首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本堂参加崇拜的新朋友，也愿上帝赐福你一次欢迎与欢迎。下周，也就是4月26号，主日是基甸会的主日，我们请弟兄姐妹预备心参加，并且为基甸会的正经事工关心奉献祷告。牧职进修会将在4月21号到4月22号在阳明山的福音园举行。我们教会伟文牧师将前往参加，我们也为牧者的出入平安祷告。教会的小组长会议将于4月26日，也是下周的主日后12点45分在201教室举行。我们请各小组长带领1位小组的同工一起参加。第五，真道神学院邀请本堂的伟文牧师在4月30号，也就是星期四，到神学院去证道。我们也为牧者传讲信息，往返平安祷告。同时呢，以马忤斯姐妹旅将在4月30到5月3号，一共4天，在彰化的径山举行。本堂辉真传道要前往参加，我们也为这一次的活动进行顺利，以及参加的人员平安来代祷。总会的教育委员会邀请了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分享。那南区的这个分享日期是在5月16号，也是星期六，10点钟到11点半。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这次的分享题目非常棒是为什么孩子不再走进教会？要破解流失的关键，让家庭主动的走进来。求主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在刚刚牧师讲的，在真道的实践当中。求主保守我们。总会5月22日星期五在东吴大学的国际会议厅举行63届的年议会。求弟兄姐妹，请为年议会的筹备事工关心祷告。南区的年议会会前祷告会在5月20日星期三晚上7点半，在我们高雄的卫理堂举行，邀请弟兄姐妹参与守望祷告。总会的青年事工 MYF 夏令营，这次的主题是全员陶醉中，在7月16到7月18，地点在桃园的龙潭渴望园区举行。有相关的招生报名资格及费用如下，就不一一的报告。第10，为教会的复兴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来参加。每周四的晚间7点半查经祷告会，我们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关心祷告。同时呢，4月份的执事会会议记录以及3月份的收支表已经张贴在公布栏上面，也请弟兄姐妹关心祷告。同时，总会的建堂消息，也请弟兄姐妹同心为总会的宣教大楼所需要的建造款项来祷告，求主赐下充沛的资源，何其使用，并且让有感动的弟兄姐妹持续为总会的宣教事工持续奉献。请弟兄姐妹起立。3、1颂。主
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被你来拣选，被呼召进到你的信仰团体里，也让我们能够被你差派进入世界，使人看见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有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颂。请坐。我们在宴乐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也在宴乐中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事工代祷。周报上面主日的信息和默想，也请弟兄姐妹们参阅。同时，如果你有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